这样没有意义。10年前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人之所以要变强，就是不想再面对两难的选择。那时候你还达不到那种能力，你说你会努力，可如今你达到了，你却选择了鬼王宗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曾经的我，以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可是被改变的却是我自己。不，你还是你，只是你的本心改变了。那句话连你都不记得了，可我依旧还记得。如果你问我，今天让我选择是杀了你还是离开，我仍然会怨恨自己能力不够强大。如果我能打败你，我真的想把你带回青云，把你关到祠堂思过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就像诛仙剑落下来的时候，道玄所拥有的力量，足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，也包括我。这就是你想要的力量。人是会改变，但是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。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。所以在你能杀我的时候，也尽管出手吧。毒神都快到宝库最里面了，桂离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叙旧？陆雪琪，你要顾念昔日之谊，想跟着我们，倒也无妨。先离开这里吧。至于谁能拿到宝物，就各凭本事吧。师傅，这里好像有人来过。焚香谷弟子应该已经来烧过一轮了，咱们得抓紧了。走。是。哼，又是你们这群小兔崽子，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容易放过你们了。哼，毒神，你又想让你的弟子当蛊和我们同归于尽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弟子性命这么不值钱，死的就剩这么几个了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够用了？哼哼，我的弟子都有我亲手养大，所以他们的命本来就是我的。哎，你们几个就这么不想活命吗？宁愿当蛊人，也不愿意逃走？哼，少说废话，都给我动手！来啊，来啊！反正都要死，早死晚死的区别而已。上，都给我上！你，给我上！
确定这神水真的能复活碧瑶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是怀疑这神水的功效，可是你看这立柱上的剑痕，显然已经有人来过。为什么他们不带走神水？而这神水之下应该有一个祭坛，但这里什么也没有。来此之前，我也查过天地宝库的古籍，上面确实说过，这里不光有神水，还有一颗冥石。无言，快替为师杀了他们！只要你杀了他们，我答应你，我就把天书给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力量吗？神水归我，天书归你。看来他已经不想再当你的帮凶了。哼，无言，你别。你们想得天书，除非先杀了我。毒神！神水是假的。假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
啊！走。叛徒！尸体上迈过去。这是什么呀？可能是宝库崩塌，气息集中的毒虫报复。师傅，不如你也救救我吧。你们青云门旧情未断，故意包庇，这下又让他跑了。
叶轩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说的不对吗？10年前，你们要是在于都城外早点动手，何至于今日之患？要不是这次我拿了天书，只怕你们得全军覆灭。不陪你们玩了，告辞。这次的确是我们顾虑太多了，这是无功而返。也不算无功而返吧，起码知道了。小凡他还好好的，还跟10年前一样，依旧想着要复活碧瑶，没有助纣为虐，也不像江湖传言的那样成了杀人狂魔。我们这颗心啊，总算都能放下了。没拿到天书，也没拿到神水，不知他回去会如何。他毕竟是鬼王的女婿，肯定不会对他怎么样的，放心吧。现在焚香谷拿到了天书，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周爷爷来信，让我和小环赶紧回于都，回禀师门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你放心吧。现在萧师兄身受重伤，此地也不宜久留，我们这就回青云，等待师父还有师叔们下一步指示。此行一举灭了长生堂和万毒门，也算是达到了目的。只是这神水竟鬼使神差的进入了小辉的体内。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神水取出来？神水已进入血脉，怎么可能取得出来呢？你也不必介怀，古书上只说这神水令人长生不老，却未提起令人起死回生。先前我也只是猜测，试一试而已。你让我去，只是骗我，好让我帮你拿到天书。复活碧瑶最关键的就是找到天书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那你拿黄鸟做什么？9天灵鸟玄妙无穷，我只是借用几天，放心吧，不会伤害他的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用担心，过2天我就会让你见到他的。你那嗜血珠怎么会有裂缝？我也不清楚。与萧逸才交手的时候，他用的不是青云的功法，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力量，居然能够让嗜血珠裂开。我想，恐怕是这嗜血珠吸摄了太多血怨之气，加之这些年你用体内的天音和青云功法强行压制，再加上天书的力量两相冲撞，最后在萧逸才的重击之下，才会变成如此。这血炼的法宝，在修补它的时候，需要得到法宝主人的精血才行。但这噬魂，乃是全天下最凶邪的法宝，还是待我想到妥善之法，再进行修补吧。萧逸才曾经卧底在魔教，魔教当中可有什么别的功法，
可以令人的功力迅速提升，乃至充满了狂性。狂性？或许吧。现在还不是解释此事的时候，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还有，刚才你跟我谈话之间，为何对我们门派还是一口一个魔教？你们之间相互讨伐，尔虞我诈，怎能配得上一个圣字？哼，那你先前出身的正道，又如何呢？正道中人所做的凶恶之事，也不比魔教的人差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我还真是想知道，现如今你心中到底什么样才是正？我也不知道。本想着由你和金瓶儿协助，鬼力夺取天书那是十拿九稳之事，而我只需要收取黄鸟即可，便没有在意李寻那小子。没想到最后，天书竟然被他用玄火剑夺走。我跟鬼力都太轻敌了，这一路上，李寻始终没有取出玄火剑，也算是耐得住性子。比起从前动不动就把法宝拿出来，已然不一样了。真是百密一疏。如今天书落入焚香谷的手里，再想夺回来可就麻烦了。鬼王跟鬼力都并不着急，你替他们着什么急？你貌似心情不错。解药拿到了。终于啊，你能摆脱这纠缠你半辈子之苦了，值得庆祝。走，喝酒去。哎，此次多亏鬼力相助，我不想欠他人情，不如请他一起吧。鬼力人呢？除了在碧瑶那里，他还能在哪里啊？碧瑶，我去了天地宝库。你还记得关心崖的天地明石吗？那就是放他的地方。本来以为这一次回来你就可以醒过来，可是都怪我没用。天书被李寻抢走，神水也没有拿到，景宇他们也去了天地宝库。这10年，大家的变化都很大。10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我担心等你醒来以后，你会嫌弃我老了。在死泽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就在我身边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呀？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死的。我要带你去很多的地方，带你去游山玩水，走遍天涯海角。师父，师父，情形如何？在死亡沼泽，小凡找到解药救了我一命。他还几次提醒我们小心魔教的圈套，并且还暗中相助。他还是他，可好像又不是他了。他穿着鬼王宗的衣服，手里还拿着那件法宝。这看上去，那身衣服好像跟法宝更相配。这法宝本就是魔教的，他
他从朴志手中拿到嗜血珠的那一刻起，便注定了，他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可是师父，小凡他很清醒，他没有入魔，他没被鬼王宗控制。虽说小凡有一颗正道之心，可他现在已经入了魔教，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是。说实话，小凡是我们青云养大的，但同时青云又亏欠了他很多，被自己所相信的师门背叛。大人呐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啊。那师父真的没有办法劝他回头了？青云一战死伤无数，正魔两道之间的仇恨已是无法消弭，回不了头了。可要是万一再碰上的话呢？那是他的命，也是为师的命。若是有一天真的碰上的话，说不得为师亲自动手罢了。前因后果，你们也无能为力。师兄，感觉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可是你体内的真气怎么这么乱？啊，兴许是这次去死亡沼泽吸入沼气太多了，扰乱了功法修为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可是你体内的功法似乎和青云的功法不太一样，有可能是气息紊乱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就是了。师兄，林师弟，田师叔、曾师叔让你们去一趟玉清殿，询问死亡沼泽之行一事。但他显然对天书并不在意。现在鬼力是否想夺天书，已然不是很重要的事。无论如何，这天书现在已经落到了焚香谷的手里，所以说焚香谷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。师兄，这死亡沼泽一战对我们送到青云，由我们来保管。水月师妹，你想的过于简单了。这云夜兰素来要强，从他的徒弟李寻身上
就能看到他为师的秉性。我估计啊，他不会听我们好言相劝的。舒长爱，我看这劝不劝的还在其次，但是这个信是一定要写的，一定要让这个云逸兰表一个态，到时候我们也好筹措下一步的举动。如今四灵血阵只差饕餮一只，便可以集齐。宗主此时最好还是不要将黄鸟交给鬼力，免得节外生枝啊。眼下能够用到他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所以还需要稳住他才是。你放心，他为了复活碧瑶，不会有异议的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在10万大山之内复活兽神。只有启动四灵血阵复活兽神，才能借天地之灵气复活碧瑶。他即便是知道了，也只能选择同意，别无他法。如今这一卷天书落在焚香谷手中，要想办法夺回来。要想进入10万大山，就必须经过焚香谷，反正得去一趟的。正好顺便取回天书。焚香谷僻处西南，也有上千年的历史。虽然近几代除了云逸兰和上官策之外，没什么杰出弟子，但是宗主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呐。若是在从前，我是断然不会跟焚香谷直接对上的。但是这一次，青龙在死亡沼泽收编了长生堂和万堵门的弟子，而合欢派又在先生控制之下。此时的总坛历经多年，统一大业，实力最强。虽然这一次焚香谷拿到了天书，看似好事，实则会引起他们的内部争斗，乃是祸端。这便是最好的时机。先生大可放心，焚香谷之事，我自有安排。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哦，也许是跟少主有缘吧。野狗长得不好看，自从炼血堂败落之后，就更像一个丧家之犬了，谁都瞧不起俺。承蒙少主看得起，从此以后，野狗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快起来！多谢少主。我的属下谁敢看不起啊？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就别去看热闹了，小心自己变成热闹。啊！我入炼血堂的时候，总坛那是派系林立，如今也没有什么4大派阀了。炼血堂被鬼王宗吞并了，合欢派也依附了鬼王宗，万毒门、长生堂门主被灭，也被并入了鬼王宗。现在总坛就剩下鬼王宗一个派别了。依我看呐，这鬼王宗干脆就自己称霸总坛得了。野狗，我说你这心也是大，你就对炼血堂没有半点执着吗？爱谁谁呗。以前年老大当头的时候，炼血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后来改换门庭，跟着碧瑶少主，我倒觉得挺自在了。起码他把我当个人看啊。现在跟着鬼力也不差，不会被他呼来喝去呀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待鬼力复活了碧瑶之后，他可就不会在这里待着了。到时候门派里可没人罩着你。你要是想好好过活的话，还得趁早抽身才是。
你呢？你不是也没人罩着吗？你怎么不抽身，还说我？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天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。